環明報530新聞直播。香港大埔雲福苑5級大火，唔單止燒毀過千家園，更加導致超過150人葬身火海。喺加拿大本地，火警數目同埋死亡人數都呈上升趨勢，大多數房屋同埋低層柏文都係木建築，防火同埋點樣走火警就變得更加重要。現於亞省擔任義務消防員嘅亞朗就用佢嘅專業角度，針對加拿大截然不同嘅居住環境，提醒市民如果不幸遇上火警，逃生時間係少於2分鐘，基本上2分鐘之後，成間屋就可以陷入火海，而走火警係爭分奪秒嘅生死一線。今個星期喺列治文一宗嘅柏文大火，見證咗走火警逃生黃金時間嘅戒律。當時一個住客知道起火，就馬上由3樓嘅露台爬落2樓，再跳落1樓逃生。落地嘅時候，由頭到腳都俾煙燻黑咗，走遲少少就可能會冇命。亞朗強調，雖然本地居住環境睇起上嚟好似更加寬敞，冇香港咁密集，但仍然潛在火災風險，特別係獨立屋同埋城市屋，大多數都係以木材建造。房屋一旦起火，其燃燒速度之快係遠超想象。加拿大亦都有好多高層公寓。亞朗指出，呢啲高樓大廈嘅防火要求通常非常嚴格，例如要求大廈單位嘅門必須具備自動閂門嘅功能，阻隔火勢同埋濃煙蔓延到走廊同埋其他單位。所以喺日常生活入邊，居民必須確保呢啲防火設施，例如防煙門未被卡住或者係破壞。亞朗強調，及早發現危機係至關重要，而喺正常嘅情況之下，無論係租屋定係置業，單位入邊應該安裝煙霧探測器或者一氧化碳探測器，並且要確保佢哋係正常運作，唔好掹走佢哋嘅電源。如果冇探測器喺木屋結構入邊，當住客聞到煙味或者感受到火勢嘅熱度嘅時候，往往已經太遲。實際上喺 BC 省致命火警現場只有 45% 裝有正常運作嘅煙霧探測器，否則或者可以避免慘劇發生。至於高層公寓應該都安裝咗火警鐘。亞朗提醒大家唔好抱持僥倖心理，火警鐘一響，唔好理佢真定假，都應該立即逃生，千祈唔好花太多時間去求證，因為喺火災入邊遲1秒半秒，結局就可能係生同死嘅分別。冬季係火警高危嘅時間，乾燥嘅聖誕樹一旦接觸到火源就好容易起火。此外，喺冬季使用暖爐、電熱氈等設備嘅時候，周圍切記唔好擺放易燃雜物，保持安全距離。喺 BC 省，火警通常係住宅火佔大多數，2018年就有28人死於火災，數字穩步上升到舊年嘅80人死亡。根據加拿大央行估計，嚟緊1年加拿大業主有多達180萬人要做按揭續期，佔所有按揭貸款大約60%。呢一啲多數都係5年前疫情期間利率最低嘅時候所做嘅按揭，佢哋續期嘅利率大部分都會增加。有財經專家話，無論係新造定係續期嘅按揭，銀行利率都有所謂嘅底價。係咪獲得最佳利率，取決於你同邊一個傾交易同埋你嘅談判技巧。專家話，即使財務狀況完全相同嘅兩位貸款人，最終獲得嘅利率都可能唔同。咁樣意味住取得較佳利率嘅貸款人可以節省數以千元計。有網上理財平台根據126個貸款人所獲得嘅按揭利率，比較銀行公開宣傳嘅利率，發現兩者存在好大嘅差距。喺3年期固定利率按揭，多間大銀行貸款人所獲得嘅實際利率，比起廣告宣傳嘅利率低0.5個百分點以上。其中例如 BMO 宣傳利率係 4.6%， 貸款人就平均攞到 3.89%， 低咗0.71個百分點。至於 TD 貸款人攞到嘅實際利率就比起宣傳低咗0.68個百分點。RBC 同埋 CIBC 就分別低咗0.49同埋0.5個百分點。以50萬嘅按揭貸款嚟計，0.5個百分點嘅利率差異，相當於每年要俾多大約2500蚊嘅利息。專家話，銀行貸款利率都有最低嘅底價，但係底價就唔會公開，大家可以去唔同嘅利率價格網站比較，嘗試揾到呢一個底價。優質嘅貸款人，即係信用評分高過680分，工作穩定，而且債務水平可控，仍然可以通過一啲策略獲得非常之優惠嘅利率。貸款人可以放眼6大銀行以外規模較小嘅聯邦監管貸款機構同埋信用合作社類似嘅產品，同一間銀行但係唔同分行嘅人傾，睇下佢哋嘅利率會有啲乜嘢分別。
又可以諮詢唔同嘅按揭貸款經紀公司格價。呢一啲經紀有時會同特定嘅貸款公司合作，利率唔會喺網站上面公開，貨比幾家，攞到好利率嘅機會自然比較大。大溫地區嘅法庭強制拍賣欠供貸款房屋數量正在增加。疫情期間買屋熱潮5年後，隨住按揭續約潮嚟到，發拍屋預料繼續增加。根據房地產網站 Realty.ca 嘅數據，發拍屋數量仍然唔夠市場嘅1%，但係今年10月，大溫有119間發拍屋，而舊年同期係66間，前年係28間。地產公司管理人阿當梅傑表示，發拍屋增加嘅原因係房價調整、失業率上升，以及喺疫情期間嘅置業者而家需要以更高嘅利率續簽按揭。佢指出，從2020年底到2022年，房屋銷售量大幅增長。喺2021年3月，各類房屋銷量達到最高峰嘅5715間，當時央行利率降至0.25%，幾乎等於免費借錢。好多人置業或者買大屋，在家工作。呢啲置業者嘅按揭喺出年3月就必須續約，續約數量喺未來1年內保持高位。2021年3月嘅平均優惠按揭利率為 1.69%， 而而家約為 3.79%。因此，幾乎所有喺2021年同埋2022年置業人士續按供款都會增加。利率不斷上漲，導致一啲業主喺生活費用上升嘅情況下拖欠還款，甚至斷供。過咗一段時間，銀行就會收樓。由於法律程序需時，由銀行入稟收樓到完成拍賣，過程可能長達1年，所以銀主盤增加會有滯後現象。預期未來1年，銀主盤將會持續增加。Costco 入稟法庭控告特朗普政府，希望最高法院如果推翻特朗普嘅全球關稅政策之後，企業有權要求政府退翻已經徵收嘅關稅款項。美國政府實施新關稅政策之後，新關稅數以百億美元計，多間企業已經提出訴訟，而 Costco 係其中最大型嘅企業之一。如果訴訟成功，將會令到其他企業仿效控告政府。會員制嘅 Costco 幾日前向位於曼哈頓嘅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入稟，指特朗普援引1970年代嘅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開徵關稅嘅做法並唔恰當。法律專家指出，如果聯邦最高法院裁定開徵關稅違法， Costco 同埋其他已經入稟嘅企業就有好強嘅理據要求聯邦政府退還已經繳付嘅關稅。Costco 喺訴訟入邊並冇表明已經交咗幾多特朗普新徵嘅關稅，但係 Costco 喺先前嘅財務報告會議上邊表示，佢哋大約1/3嘅商品係嚟自進口，從中國進口嘅商品大約佔美國總銷售額嘅8%。另外，部分新鮮食品係嚟自中南美洲，包括菠蘿同埋香蕉，同樣受到對等關稅影響。Costco 表示，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拒絕 Costco 延長計算應繳關稅嘅期限，因此需要立即尋求法院介入，否則可能會影響 Costco 當喺最高法院做出對特朗普不利裁決嘅時候，索取全額退款嘅權力。根據美國聯邦政府嘅最新數據，2025財政年度已經收取1950億美元關稅，比上個財政年度增加250%。美國原本已經向部分國家同埋產品徵收關稅，新增嘅部分係特朗普新增嘅關稅。美國下級法院早前已經裁定特朗普對等關稅違法，案件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喺上個月曾經聽取雙方論據，大法官加快審理速度，但未表明幾時會作出判決。美國多間大企業紛紛入稟法庭控告聯邦政府，其中包括化妝品公司露華濃、橫濱輪胎、Ray-Ban 等，以保留退款權力。所有案件審理期間，美國聯邦政府將會繼續徵收關稅。做夜生活生意嘅商鋪，例如酒吧同餐廳，發現近年生意大減，其中大城市如溫哥華同多倫多夜場生意影響最大。支付平台 Square 分析今年7月25號至7月27號期間，一啲最大城市嘅幾百萬筆交易，追蹤夜間消費仍然活躍嘅地點同時間，發現亞省卡加里同愛蒙頓名列前茅。但係即使喺呢啲城市，酒吧、咖啡館同餐廳嘅消費亦都只有32%係喺晚上7點到凌晨4點之間。
多倫多曾經同卡加里不相上下，如今卻下滑到只有21%，而溫哥華就墊底，夜間消費僅佔17%。究竟造成呢種下滑嘅原因係乜嘢？滿地可基爾大學城市媒體研究榮譽教授斯特魯表示，最令人信服嘅解釋之一係經濟承受能力。通脹令生活費越嚟越貴，包括入場費、購買飲料同埋外出用餐變得更加昂貴。工作方式改變亦都影響大家放鬆方式。曾經自由自在嘅夜晚，如今感覺更加短暫。因為工作會滲透到生活，深夜仍然不斷收到電郵，待辦事情堆積如山，幾乎冇時間外出活動。大家嘅社交活動亦都減少。統計局一項從1986年到2022年嘅研究顯示，雖然所有年齡層嘅人同朋友相處嘅時間都越嚟越少，但係25歲至64歲嘅勞動年齡人口喺過去30年中降幅最大。斯特魯補充，新一代嘅社交方式亦都改變，好多年輕人更加喜歡以健康、社區同音樂為中心嘅日間或者傍晚聚會，而唔係過去幾十年以飲酒為主嘅夜生活。事實上，根據線上餐廳預訂服務 OpenTable 嘅一項研究，晚餐預訂高峰期增長最快係下晝5點至6點之間嘅預訂量，今年同比去年增長28%。至於之後嘅發展係點？舊年被任命為渥太華夜間市長嘅格朗丹表示，重振夜生活嘅關鍵在於重新開發下晝6點到晚上10點嘅黃金時段，並安排豐富多姿彩嘅活動，亦都需要諗辦法降低成本，吸引大家外出消遣。加拿大一項新研究發現，近年嚟確診第4期前列腺癌病例10年內增加50%。專家認為，晚期前列腺癌增加可能同官方建議唔鼓勵使用備受爭議嘅篩檢方法有關。呢項研究發表喺《當代腫瘤學雜誌》，研究指2010年至2021年間，加拿大50至74歲男性晚期前列腺癌即已擴散且無法治癒，發生率增加約50%。同期75歲及以上男性晚期前列腺癌嘅確診率增加約65%。前列腺特異性抗原 PSA 檢測係一種簡單嘅血液檢測，作為早期預警信號，但係檢測亦都存在風險，可能導致對生長緩慢嘅前列腺腫瘤過度診斷同埋過度治療。而呢一種腫瘤如果冇被發現，可能永遠唔會造成傷害。因此，美國喺2012年建議唔要使用 PSA 檢測。2年之後，加拿大亦都採取同樣嘅做法。渥太華醫院全科腫瘤學家研究嘅主要作者威爾金森表示，美國嘅指南往往會影響加拿大醫生嘅診療方式。佢認為加拿大停止篩檢，導致男性就診時以臨床晚期無法治癒。研究1984年至2021年間統計局報告嘅近54.4萬例前列腺癌病例，同近14.9萬前列腺癌死亡病例，發現隨住 PSA 篩檢喺1990年代初期嘅廣泛使用，前列腺癌死亡率下降。但係喺美國指引變更後，加拿大55至69歲男性嘅死亡率變得穩定，而70歲以上男性死亡率下降速度亦都減慢。呢項新研究發表之際，加拿大人正等待關於 PSA 篩檢嘅修訂官方建議。有醫生表示希望更新建議，強調醫生同病人應該根據個人情況共同決定係咪進行 PSA 檢測。美國已經喺2018年更新指南，指係咪接受篩檢應該由個人決定，並需諮詢醫生。大家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同埋分享條片嚟支持溫哥華明報530嘅新聞報道。至於更多全國、東岸同埋香港新聞，可以點擊右上角嘅資訊卡收睇多倫多明報530。今日嘅新聞喺呢一度結束，多謝收睇，再會。